你知道吗？真的有事的人是我。还没好呢，这么严重啊？那要不今天晚上？那要不今天晚上你就住医院吧？我已经问过熟悉的医生了，像你这种高烧不退的情况，很容易引起脱水啊、肺炎等状况。如果放任不理，很有可能会死的，不能马虎。我打过招呼了，医院呢现在已经给你留了床位，你直接过去就行了。地址呢我就发你手机里，好吧？那就这样，保重。死高山幼稚鬼，居然拿生命来骗我！不给他吃点苦头，我就不叫林武。你别跟他一般计较，他脑子有病。头发扎一下吧。姐姐，浴巾。呀，我忘记拿了，谢谢递给我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什么东西忘记拿了？不会真是浴巾吧？吴东娜也不在，我。林沃呢？我找他。你到底让他帮你拿什么呀？螺丝刀啊，不然我怎么修电灯啊？你偷听我们说话！怎么是你在修啊？你掉下来怎么办啊？这是我们家，我爱怎么着怎么着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会保护好他的。你到底来干嘛的？啊，那个我家没有体温计，我来借体温计的。有病要治，千万别脱。有泡面吗？姐，能拿的东西都在这儿。
也有你被折腾的时候。看他们坚持多久。